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赖清德选总统推出着第一波竞选募款的小物，有棒球外套，有面巾等等，总共5款，每一款限量2024组，爱加入着赖清德的奶才会当买哦。针对着新北市幼稚园饲药的案件，侯友宜竞选办公室到中正一分局揭发着赖清德甲伊的发言人戴伟山通报着假消息。警方讲，近期内就会通返着赖清德到案说明。赖清德办公室反呛着侯友宜浪费司法的资源，无排除会请律师代替到场说明。不满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甲发言人戴伟山散布不实的消息，侯友宜竞选办公室进前以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到中正地分局检举。警方已经下通知书，最近对团赖清德甲戴伟山说明。浪费司法资源的动作，其实都不是我们乐见。我们会配合司法单位还有警察单位该有的动作，我们都会配合。像侯友宜唔通浪费司法资源，言下之意就是讲本人不一定会到位。赖清德嘛公布头一波竞选的文宣品。赖清德脱掉西装换外套加牛仔裤，这个棒球风的无款的文宣品头一摆上线。外套一领3600，两领一组的面巾2024块，3种色水的衫分做男女版，一领1180块，要徽章佮大纸，分别是666块。验过这卖将买注意，唔是想要买就买得到。每一项商品头一摆限量拢是2024组。大家要记得，一定要加入赖的好友，才有办法获得这些小物，才可以来买这些小物。文宣品有啊，那咧外交敢有进展？华尔街日报报道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顶礼拜访问中国时，2024年台湾的选举嘛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有了解内情的人表示讲，美国甲台湾的官员正在讨论赖清德今年热天可能的访问美国，以便会更加了解甲美方的合作。不过总统府表示讲，目前无任何规划，若是有任何行程，会依照往例对外说明。风站，大家会发现我们在 YT 上面有越来越多更多元的频道。至于接下来的陆站呢，7月开始启动的就是百工百业，我们会有50场以上。空战、陆战到国防、外交备战，2024年，赖清德要甲大家讲，伊准备好啊。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